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的》，我係吳依蓉。今日來做了一個來賓呢，而係一個節目嘅算係老朋友哈。不過我係第一位訪問伊。佢當年呢退休生活，更加其實路真蠻豐富嘅。有一年韓國鐵拍台，伊做幾多事情，特別來可以講無窮樣嘅哦。今日我哋講嘅同咖啡有關。佢當年係種咖啡，不過伊嘅種法和伊嘅做法有乜嘅無窮樣。今日都有請到伊來同我哋分享，伊係李時中先生，歡迎。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李時中，來自屏東縣的內埔鄉。我係第一擺訪問隔壁莊的李先生。我先問哈，退休以前係做乜嘅？退休前的最後一個工作，都係喺萬金莊的烏拉魯茲部落去做咖啡堂的專管，專案管理的意思。係，嗰所以對家下開始接受咖啡一個東西。但係喺屏東縣政府一個產業的規劃來講，咖啡屬於係原住民的一個產業。嗰種一般人退休會種咖啡，咩同嘅前後嘅投入有關。我係家下接觸到，唔過家下嘅專案管理係主要嘅負責乜嘅？幾多，反正都規個咖啡堂嘅營業，人客來啦，愛招人客啦，愛時間愛安排乜嘅活動啦，好原住民嘅導覽啦，還是講食咖啡啦、食傳啦，係我哋一啲咖啡堂嘅經營啦，對前面都係會包括人嘅調度乜嘅路愛路錯嘅。那我想到退休要來種咖啡咯。一開始都設定講，即個要做農業，因為本來路卡都有田丘，慢慢落嘅，有兩擺地田丘嘅網多啦，俾佢分開。我想係講唔可以安尼，係路上講咁忙係退下來嚟接做農嘅事情。但係係對農業有時辦研究講，係第一講農業冇咁簡單。像我哋以前都種檳榔，檳榔嘅話，樹生也沒有規劃，面積冇大啦，嗰所以樹生也冇乜嘅規劃。我想我哋想講，一定要有天然嘅作物，如以前人講嘅林下經濟一個東西。想來想去都問到，咖啡也算高經濟嘅作物，但係伊冇一天適合喺平地。都希望講平地來種可能是呢，試一下可能是呢，反正市場再來改變冇乜嘅料到啊。我想我哋實聽，天然都講拄好一個潮流啊！嗬，都拄到台灣嘅咖啡啊。食咖啡嘅人口越來越多，包括便利商店也都可以看得到，伊嘅產值係依然比人高高。所以評估過後，我認為講應該做得，只是講我哋冇種出的經驗。農業嘅話，可以重視產銷，產嘅部分只有付出成本，冇收入，只有收嘅時間，讓我有變現金嘅時間。佢說先想好勢，用嚟做，再來執行嘅咧。因為檳榔咩係廠頭都講嘅，因為因無價值嘅。嗰個幾多年前其實都睇送一個檳榔樹底下種咖啡嘛。7年前，今年嘅時節係冇到飽和，係咪？係咪都像你講嘅，飲咖啡嘅人還係因為印度。嗰個7年前我進入亞行，還係可以嘅。錯啊，其實按你講啦，嗬，咖啡一個產業吧，我相信都講唔可以推潮流，只有越來越多。包括講，其實台灣嘅消費雖然唔係幾大，睇貴嘅世界來講啦，但係進口70%到80%咧。變成講難得咧3年還達唔到台灣人消費嘅一個量嘅。嗰種一個市場還可以過值得來開發嘅。唔過而家下種嘅時間，你有想過唔講散嘛？還個銷，你有想過唔可以用嚟銷嘅係咪？有，但係如果幾方面係個理想。有時把請到人來做手術嘅一啲買賣啦，但係你還冇種到東西，只是講先請好，先請好，一般真是這個有東西都可以買嘅。唔過如果你種嘅時間都遇到困難。係啊，唔遇到嘅困難係乜嘅？你品種開，咖啡嘅品種開，後來我發現啦，同品種可能有關係。喺田球種嘅5個品種，咖啡嘅品種5種。但係其中1種到2種嘅炭疽病跟洋蔥，炭疽病會造成講規個枝幹然後糟黑，個佢頭尾也會烏黑，變成講你無法度熟成，你 NG 品的意思啦。但係跟洋蔥哦，
年初的時節大發，比如講大到7、8場，到年尾經過連續雨季啦，或者講氣候的一啲變化，可能存到以上。哦，落差愈清大。哦，咁此個19咱感覺個產量有個問題呢？差不多有咩6000年的時間。好研究哦。主持人報告一下，如講基本上啊，嚇，比起對苗嘅都可以開始大發，結果嘅話要3年到4年。但係3、4年以後，啊，如開始多多，真是一個碳疽病。反而伊2年想要用各種方式去解決，但係冇咁簡單。前面用農藥，後來路都好，以前平農鄉嘅前景中，一定有一啲基金會有。看一條農民用微生物的方式，即個做菌去對抗病蟲害。1、2年咱開始實行一個部分去做一啲改革。雖然頭前有按到前批睇個種誒，不過即個後來種還係中央法研究時間吼。中央大概吃到6、7年，冇想過啊，所以人啊冇種一個種配方好誒，冇安尼想啊。唔係，因為其實我感覺到當初嘅設定一定都最正確嘅，只是講我哋即個做法有錯誤，或者講用嘅方式有對冇。所以話後來我會想到講，咁我來種咩嘅可能，可能咩有一啲無共用嘅一啲發展啊。種苗係乜嘅意思？那我有按你嘅同人個無共用嘅想法。其實也唔係，其實所有嘅物種植物，唔將人哋搶咩係，人哋可以留種嘅，留嘅都可以點嘅都是呢樣嘅出來，共用嘅意思。所以果樹類嘅東西，基本上唔能可以留葉嘅，一條樹嘅大葉嚟留下來去做苗嘅，有兩個用途。伊哋都講一條樹嘅樹葉可以補。唔都唔會減少你數量，樹嘅數量。第二都講，我係有多嘅，我都拿一個嚟賣你。佢有咩係啲增加即個樹葉嘅方式啦？佢有冇嘅種嘅方式同一般按嚟種有冇共用下？還係其實係共用嘅。假使以咖比來講嘅話，係輕簡單，如熟嘅果子啊，方式嘅摘下來嘅時間，如奶娃娃啊。接下地塊比天生天養都可以嘅，唔是講乜嘅特別嘅方式去嘅，目前係即個方式啦，因為我冇算太量，我哋唔係專業去做苗嘅，只是講因為家邊嘅樹生欠樹，希望用一個部分來補我嘅樹葉，可以補我嘅樹葉可以過足，又留一些做家邊體位，又留一些做苗嘅，安尼我哋兩個樹葉睇一向下行安尼。一般咖比農唔會安尼做係咪？嗰時候因為除了講伊愛增加伊嘅種植嘅面積，還會多種一些，係用嚟過好嘅樹嘅，因為佢伊嘅基因過好，還會留一個過好嘅。譬如講去比賽得獎啦，還是過高分數嘅一條，伊用安尼種嘅出來，再去做苗嘅，再去新嘅梯，佢就講。是迄個樹嘅迄啲彎果。一般嘅咖比農伊去用苗，伊係味道即個嘅甜口嘅。不過唔嘅用苗唔咩，唔可以購買本便宜咧。農按少年出團共用嘅想法咯。一般嘅農民個唔會按上到一個部分，因為農民嘅思想個簡單，而有18商業嘅頭腦，或者講，因為真係都賺唔到錢，我哋要想辦法去變通。咱會想到做一塊，但你做一塊，一般也係想到講，如育好嘅苗嘅買本咖比農，有啲你冇育嘅，我哋攞嚟買苗嘅。但你現地人你好還是壞啊？而買唔掂你品種都係係乜嘅啊？所以我想講，係咪可以變做另外嘅方式，如地盆栽啦，還是講綠色植物一個方式去做一啲手術？比看起來係強嘅，唔係講苗嘅，只是拿來土壤方去種安尼。因為人哋市面上考試，你看到嗰度嘅盆栽，嗰時候會看到咖比。人哋而家頭前看到一個都係咖比。係啊。你都想講去種做盆栽安尼，不過唔能會地愛用嚟本睇家地講，我有這些盆栽，唔能可以來買。天河因為一個係全新嘅一啲東西，嗰時候我會透過社群嘅媒體，天二都講我更加已經有設計好，一個東西我會行3個路線，
第一，如講含迄單獨買一個美味的產品。第二，也要將伊變做迄課程，來去譬如講關懷據點啦、國小啦、環境教育啦，還是講一條環保的一條議題啦、手作啦，去做一個結合。第三個，如講還要去接嘅觀光啦、旅行導覽的一個部分。目前也睇建設一個部分啦，只是講還沒完整。所以我睇規劃嘅東西，我有3條路線睇行，我變啦伊嘅面向會國發。哦，以為我冇影響家己嘅花呢吼，安尼種盆栽裡面會打發係咪？可以，但你愛幾久？最少要3-4年。哦。韓國伊愛彎盆嘅，按細盆嘅，伊只有差唔多上到20-30公分。都太起嚟，你見彎盆嘅，假使睇路卡花啦。假使路卡還有體奶，你種體奶會國結。但你最少還是要3到4年，才會打發結果的。路邊那講伊變做一個新的產品的方式的時間，你個想法路會冇共用。路會因此用的，咱會國想你。大家買轉去可以種個好安尼，更加都還睇引進鋪的集團安尼。所以咱起鋪啦，咱開始做，不是會透過潘發通、社群媒體，將一個理念同大家分享，甚至於講。更加企業也可以主創 SDGs、ESG 安尼東西，能用個同一個東西去結合，又可以幫到企業嘅客戶。係。人哋講嗰個名記哦，嗰個名記安尼，地下海集團呢，都會請李先生同人哋分享，而係用嚟結合一個土壤嘅發通，本大家對家己有冇用嘅認識，人哋地下個多進來。非常多陣來福起來嘅現場，我哋今日嘅來賓係退休過後係種咖啡、推廣咖啡嘅李世忠先生。李先生都有分享嗬，各位民間嗬想辦法有商業頭腦，如果係除了唔係單槍農民，唔係單槍種，如果想講我來用苗，能夠變做盆栽，本大家帶轉去可以自家吃種款啊，係用自家係咪有設計一個土壤嘅流程安尼？本大家來到唔嘅人嚟度來認識咖啡，希望嚟去設計。也喺講到我哋先去參加嘅內埔鄉嘅東片社區嘅東片嘅時間運動一個活動，認識到一啲森林療癒嘅一啲欣賞，如何以睇以自家人嚟向辦一個森林療癒嘅活動，我哋去參加。係你看到伊嘅人係唔會差，私營分田佢種嘅嗰度樹嘅。又有森林療癒嘅一個活動喺地方。你想講，剛才本來你喺做油廠嘛，你將來即個咖啡嘅東西同伊嘅森林療癒來結合，伊有創意，伊有技術，提森林療癒一塊嘅，還有咖啡，2合1辦一個活動，還有是2點鐘嘅一個時間來做場域嘅一個土壤、森林療癒，個咖啡一個部分，最後你種咖啡咩話？可以本來參加人帶過去，因為推廣啊，即個東西，安尼伊個實體啊係。因為更加幾多人會講種樹誒，固碳也得以前拄好有迄森林療癒嘅人，安尼去合作。以前面合作，我感覺你應該很在行吼。如果想講，我又可以合作嘅，我哋都向下試看啊。我有人拒絕下。基本上愛溝通啦。其實同一個先生其實有強勢過，比如講，伊開嘅課程我要參加，我開嘅課程伊也有來參加。比如說已經有7-8碩士嘅，只是講我前面都有做團合作嘅一個計劃嘅地方，只是講當初嘅人無限拄到狀況啦，嗰時候都冇繼續行下去。拄到一個先生嘅時節，都本來感覺到，甲森林嘅一啲療育可以同咖啡去結合無？從呢個講啊，有啲戶外，要將咖啡一個東西同知識種咖啡，第一批都一家嘢太容易嘅一啲方式，所以我都提設定講，做一啲簡單嘅計劃，揾一個老師先看，
吼來談。伊講，伊都講到改好，因為伊嘛想將伊個創體分幾多年認識一條安。你用嚟去設計我講本嘅大家談嘅故事啊？其實你愛想想啦。一般來講，我有時把文筆或者講曉得創作安尼東西。簡單講，你講愛有想象力。像我記得你做嘛個很多最強嘅咖啡樹，因為咖啡有幾多品種，每一個品種嘅伊個成果攏唔一樣。如講大部分攏重視睇啉啦個視覺方一條感受，啊個等於睇變化用多講嘅用手作個視覺部分將伊變做美味。如用一個部分去改變，第二如講愛本一個來參加嘅人有得到東西，佢所以如果將美味俾帶過去，係你設計嘅方式。咁能用嚟去請幾多遊客呢？用用社群嘅力量，如講我自家有幾多來群，啊對方也有，啊我如講我全部加我哋計劃啦。做好東西，我都傳俾老師啊講，家唔擺託，同埋唔自家群組發出去，我自家群組發出去，啊最快打成都亂槍打鳥，如做好海報，你前面的連接也都Google表單，接上去不同的社群去加入，緊接。哦，你都係很積極嘅同人安尼接觸，才主動啦，因為冇主動嘅話，冇人知呢東西，人哋又唔會講有乜嘅名氣啊乜嘅，佢說唔來如腳踏實地一啲去打開唔想去行嘅路線。你喺這個一定人做下，大部分係哦，哦，你喺度這個一定人問，一定人做，一定人做安尼，哦，係哦，你係用乜嘅去保持一次過有動力去做？隱瞞很多事情。其實都有些班人佢家人咧堅持一啲理念啦。如果假使一件事情係錯嘅，或者唔是都緊，如緊做到時間嗰種成熟嘅哦，人脈嗰種認識得個多嘅哦，一個東西可以再加入去，再個專業一些，可以讓變化。想講一個東西喺市場有冇，可以做一些功課啦。用如何去潛一下，去搜尋一下，有乜嘅新嘅東西冇？還是一個東西係咩冇人有，人人都有話語權。你哋講，係講嘅都準算，因為人也唔懂，自由係最多。所以變成講唔可以規劃，但係唔可以吸引人嘅話要有點，對人講嘅差異化，有冇有兩點？你嘅兩點都在體內，你自己係講得出來，你講出來樣去吸引人下。就按你一啲想法去做一件事情。你帶嘅導覽已經帶幾多擺啊？冇，完全冇。但係如果你喺計劃當中會執行嘅，因為不然係等到同地方創生，睇慢慢嘅幾快，都有一啲團體嚟做啦。只是講短時間啊，先做產品出來，你東西先出來。土壤路等啊，自家場地啦，還是講嘅。跟之後說，讓佢投入比較快。一個部分係先有計劃，先係同佢森林療癒嘅先生合作安尼。家下嘅參加嘅人，伊能有本乜嘅回饋嘛？伊能啲反應用嚟。基本上來講，吼，如果體驗一定感覺到改善，如果一個東西係改善嘅，也有機會本身都從事嘅咖啡產業嘅哦。即個你開咖啡堂啦，還是可能有種出嘅，一定都感覺到。只要有一個機會有了解，到底一個產業係有乜嘅發展，有乜嘅部分係咪可以增加人哋咖啡農嘅一啲收入，好多有咩傳導啊？咁唔講嘅故事對伊人來講，因為唔講有幾種想象力啊，有文筆，嗰種唔嘅故事對伊人也係嗰時呢。當然係，因為叫佢花時間去研究嘅東西。第二，如果頭講嘅品種唔了解。人哋做乜嘅可以講，伊係最強嘅，因為所有嘅咖啡來講，只有紫葉咖啡，大嘅花係水紅色嘅，所有嘅幾乎攏係白色。伊係水紅色嘅，有嘅大花是隻青醬，
伊個果子嘛，同樣無嘛有供養。哦，啊，佢係台灣有嘅嚇。唔係去我哋來品種，其實咖啡唔係台灣嘅東西。台灣有人種嚇，有人種。中間人都有種。哦，人都有種。哦。有幾多人種啦，只是講無咁普遍。但係攞本買也買唔到多，品種可以買到啦，美味可以買到，但係你同人講，我喺買職業咖啡做嘅咖啡體位，有啲人都冇買。哦，一般人會想講，種咖啡如果係做出咖啡本顏色，係就是這個很單一嘅想法。啊，也會感覺講，安尼咩先夾下，不過唔想嘅有唔嘅部分有同人規模共用吼。嘅原因係當然除了講，我有個多年嘅存錢嘅方式，還有別的原因係咪？都係唔做嘛按從事也都，除了我哋買咖啡本身都好嘅以外，我有按多嘅想法。除了講，我頭都講嘅，如講增加收入以外，如講咖啡也一年一十五萬。只有熟成這段時間，愛處理幾多幾繁瑣的工序，唔能有法度做咖啡體位。不是做好咖啡體位以後，唔難去賣，啊賣人會買你的東西，冇講過有名氣的咖啡店還是乜嘅，不是也係一連串的一啲部分。第二，如果我希望講，譬如講貪貴的時間，前面提生產的一段時間，假使我係有賣嘅，我咪可以買錢啊，我唔是等到。我嘅咖啡體會熟嘅，那種買錢，還可以提貪貴嘅時間，用舊人嘅體會肉做嘅苗來買錢。所以變成講我貪貴、旺貴，我攏有法度輸入，也都第一部分增加供養屬於咖啡農嘅一啲輸入。第二，如果我有個 know-how 一點冇，我可以分享，分享嘅唔係好多嘅，有嘢東西嘅，有他家人來做，啊因為我有調查過。安尼綠色的盆栽嘅市場，一年它有6億嘅產值喺台灣。係哦。係。哦。不是，你也只是佔伊嘅一啲小部分。第二，新的東西、有創意的東西，讓我有亮點，讓我有吸引消費者來採購嘅一啲部分。因為譬如冇我有個稀奇。佢說一定可以吸引幾多人來投入買下嘅東西，只是講。土多屯就正講嘅，人起步冇人第一個東西，一個東西都係一步一步去推，行那條路線讓我做，不是還可以請幾多人去結合不同的東西，將一條想法、know-how提嚟分享，啊，大家人向下成長。咁我個姊妹嗬，都係愛個有耐心，還個愛個有想法去做一個新的事情，還個愛個有信心咧嗬。如果講我講，我能有朋友冇，咁我可以用乜嘅方式來繼續提推廣出去，咁我等下聊一下，我繼續來參考李先生，應用嚟來推廣一個咖啡。多種來福起來嘅現場，我哋今日的來賓係用過特別的方式來推廣咖啡嘅李世忠先生。啊，頭多呢，李先生有講到講，我同來參加活動嘅遊客講特別的咖啡故事，係很自然問出來嘅，連其他的咖啡農都冇聽錯啲哈。所以我哋今天就當導覽咯，雖然冇睇有4株咖啡啊，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嘅咖啡故事嗎？好，因為一個部分哈，如愛同之前一開始講到嘅工作有關係，如果提烏拉魯茲嘅時間，第一講台灣咖啡也好，其實係日本人帶過來嘅。嗰早以前有人講係荷蘭人，因為做生意，但係佢只是貿易，唔係講真是有種，真是種嘅話係同日本時代有關係，因為佢喺日本田房愛食咖啡。明治維新也有一點個西化，嗰時候一點幾多東西攏停停，有媒體走。但係日本的環境唔可以種咖啡，鐵鍋、圍土鐵鍋、鐵欄，咖啡係比較屬於講臨近赤道附近的一個作物。台灣南北回歸線中間都好可以，嗰時候一點幾乎攏種啊喺中央山脈的附近，所以回去看台灣的產區。
古坑啦，嗰個你阿里山一條，幾乎攏係提山吼。天呢海拔嗰個，唔係平地。佢說做乜嘢定平地，我個困難會安尼。環境氣候冇重要，品種冇重要，但係伊個適應性冇重要。也如18種台灣咖啡嘅一啲語言安尼。我同大家分享一個咖啡嘅語言。親切。哦，然後還有一個人講咖啡如係愛雙雙對對嘅，也係乜個意思？也同主持人分享一下，第一吼，摘下來嘅果子啊，紅色嘅果子，那裡皮薄係，伊係兩粒銀嘅。好，安尼如兩捏嘅嘛，吼，如一堆嘅嘛。一粒銀嘅吼，如可以用一點苗嘅。苗嘅吼，伊出來嘅時間，每一擺對育苗開始啦，吼，每一擺如大量皮葉嘅，嗰時候有一點松樹。隱藏嘅苗嘅是因為有啲唔係修正過嘅，所以有啲唔係係松樹。嗰時候伊對果子開始如係松樹，如成堆。如果像戀人，嗰像攀梨安尼，伊啲感覺浪漫。如果同大家分享一個咖啡嘅浪漫嘅故事啊。係。剛唔講，我講過，我種一個咖啡，咩像去請嗰條種出嘅知識咧，吼，唔係很廣泛咧，同咖啡有關咧，如何去做功課，安尼。係，因為好多同主持人講過，如講要做創作差異化嘅話，吼，差異化。你一天要想一些東西，係唔由別人無嘅，唔能由法度去養過人。咁無唔係東西，別人攏有種人嚟講最簡單咧，那係路有咖啡店，唔係咖啡多帶同人乜個無用咯。唔對我一個剪條嘅眼咩可以剪啊？兩人只是差行嘅東西無用嘅，機無用，行出來咩事都差唔多。所以人哋轉變一啲想法，如果對嗅覺、味覺都批得地，還是想出來嘅。改變視覺同手作，觸覺，比如五感地波嘅一啲變化，再加上如果人哋要了解盆栽療癒一個市場，要對哪方向行，最強如果伊迄同環保可以結合，也一塊有個唔是把專業唔能講得出來，咁我哋如果唔能再講冇書記嘅話，唔會變成講而會講唔騙人啦。因為你頭都講到你有同嗰種森林療癒嘅合作嘛，吼，人家沒有森林療癒師哦，有一個證照，我有走去考冇。我即個唔會，因為人家我係做咖啡嘅部分，我好多東西我可以慢慢嚟發展，可以開課程，帶投籃賣產品，有個東西已經都拉到可以即個去發展咧，唔可以再行嘅快啦，因為專業教本偏嚴，難定做好難定專業嘅部分。睇你一樣嘅夾，室內嘅場所一樣嘅將愛咖啡同配合，戶外嘅場所一樣嘅噴發筒同結合，幾路難可以討論。唔睇開始做同咖啡相關嘅產業，韓國種咖啡以前唔係好食咖啡嘅人嚇。唔咩咧？唔咩？係。因為咖啡其實喺我投入之前係算一啲個定，如果消費個嘅一啲產品啦。係畢竟唔係日常產品，但係你今日台灣經過一條潮上嘅一個大力提送嘅話，已經變成每一年已經最少1比2比3比。所以你能看個量同成長率底下講，一個市場會提緊往上走。咁即個我中午會引起吃各種嘅咖啡哈。像我更加雖然有5個品種，最後嘅想法，上海留一量嘅，經濟價值個嘅，嗰個管理唔可以偏重開嘅。因為係種苗嘅話，不管乜個品種其實攏可以。但係如果佢講唔係愛買咖啡嘅時節，做咖啡嘅機，有嗰好嘅經濟價值，咁當然係一小嘅時間可以。一度嘅屬神嘅話，又係個好嘅部分。咁因為18年開始種到幾7年嘛，吼，唔講，更加係像係種咖啡啊，係可以打平嘅嚇，係限。目前還唔可以，因為啲土屯主持人講過，基本上一個東西係算苗嘅係難開始，所以有100-200嘅樹成績嚟啦，但係還唔係幾好，唔係講常態性咧。第二，如果因為冇正式上到咖啡廳嘅按好嘅樹生，所以買咖啡廳嘅也怪
要項目，你只有靠一個檳榔來支撐，還有檢查啦，有去做公司去搞年東西啊。哦，一般人會想要退休，應該係冇到退休年齡嘛，吼。有多。哦，你係年資有多誒？係。哦。年資加年齡差不多話75都可以。哦，咁你係一開始愛退休，你有問好，唔愛做乜嘅嘢係咪？因為你也做過多事情呢。因為你對現實的環境去做調整啦。一開始入來一個領域，我有想過講，單槍靠槍的係無法度應付我嘅經濟嘅一個收入。第二，假比如人種得多，唔可以3年人又大，人又結果子，所以一開始你地方一個部分一直都見付出。你透過課程或者講其他社團來增加自己收入，起碼講經濟上唔會有問題。等到有個數可以每年打果子的時間，你會讀到一個偏重係嘅部分，你要再想辦法讓佢去轉變，學唔好行同人共樣嘅路，唔可以做出一條新嘅路，再得到有收入嘅部分嘛。係，你漸變啦，係喺從頭都講嘅，怎樣將危機變做轉機，唔可以同一條路啊，要全面去了解一個作物市場嘅變化有。貴嘅需求嘅樣係，因為我好奇，如係像我哋嗰度雙批人，如果希望新人咧冇做農嘛，吼，如係一樣也好吼，最後做古年人啊，問題咧投入。不過有很多人如果發現，嗰多人本單離開嘅農業，退休嘅，無如係可能個太嘅，又倒轉來農業，睇下陸地農業幾難做哦。農會要上去倒轉來咯。因為你明明地要應付出，又唔地嘅成果停來啊，係啊，農會上去要個倒轉來。你幾多人頭都講嘅，你講唔堅持啊，你講唔設定好一個東西嘅時間，我咩風險講，所有從事農業嘅人，一開始要做乜嘅都唔怕，但係你先想好三成，三農去付出，只有見節錢，少人去充電，或者你先計計你少數面。但係社會將來共用度多危機嘅時間，讓佢將社會做一啲變化。只有前面都想好，或者唔冇條件，唔可以觀察一個市場到底乜嘅東西，個 OK，可以幫做好叫個人。你有啲東西係變通。如果譬如明明行一條路，人哋應該係停定嚟行，做乜嘅人行一條？我有自己嘅想法同做法。講嘅東西我可以說服人家，係合理嘅。係好嘅，係良善嘅，咁都可以做。當然，如果數日方可能冇按好，但係如果一步一步去做，當冇按嚟設立口袋不夠深嘅時間，都冇做按樣。但有些把有些把賺到錢，一步一步去做，慢慢嘅你會做出來。做好以後，我就又會想，第二版本係乜嘅，第三個版本係乜嘅。因為等到唔會嘅朋友學會時間。如果你炒佢，唔能用嚟講，可以比人行過前面，而要炒唔到。係，我咪會想冇路，嗰度人退休嘅來做，係咪咩係啊要帶嘅，你係唔能夠有嘅經濟能力，嗰個唔第一個係該做嘅，應該要做嘅事情，我有時一直寫得帶，我就很，我可能經濟上沒有那麼大的壓力。如果吃做困難，因為也係錯嘅事情。如果係未退休，我有安尼嘅，像我有時把做對社會韓國有貢獻嘅事情，係有安尼嘅想法係咪？有一些啦，因為其實人嘅年紀也好，多一天嘅年齡咧，已經唔去追求乜嘅功名啦，或者利益。我亦係講，因為有乜嘅好嘅東西可以傳俾後生嘅嘛。第二咧講，知識係可以分享嘅，分享嘅話，大家人可以得到知識。將一個部分可以提升起來。第三面我喺觀察是講，更加幾類農民啊，係喺退休在轉農嘅角度，真是喺後生嘅對城市地輩幾類向下嘅冇咁簡單。因為所有嘅東西係新嘅，伊冇知識，伊冇常識，伊會種乜嘅會賺錢冇。假使伊有經濟嘅壓力嘅話，伊冇法度，佢絕對躲唔掉。
伊無賺到錢，唔都要加較貴，希望你的家庭無法度去支撐。不是有意識實啦，雖然講有經濟基礎，但係如果還係講要做錯嘅事情。因為如果多人從農嘅話，如果見做見了錢。啊，記錄係因為講鐵夾，行下鐵夾，很多人做嘛係好啊，但係你停定做，如果盲從，如果哋搶種。因為非常感謝李先生本案的一個，相信大家可能會感覺算一個示範，吼，如果大家是想要做一件事情，可能可以有耐心，還個多問一下，有乜嘅喺啲同你目標樣嘅可以試看下嘅。今日感謝李先生嘅分享，多謝。多謝主持人，多謝各位觀眾朋友。多謝，咁接下來請觀眾朋友聽到先生好好運通。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臉書粉絲專頁點讚，還個訂閱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